保养时款，后生海上工，用法太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社總阿總股，鄉下嚟老後生人打在鼓了。咁啲大家是要想過去國外來做些麼？當因為知道海外嘅生活多姿多彩、多豐富，呢個國外講做得講，自家要世界觀概念。韓國去國外做些過後，天出本自家人生經驗變得很特別。不過咧，國外嘅生活習慣還有文化，到台灣同時冇強讓，用不起讓做得啲國外順順時時來生活咧。今日繞場6屆後生人，老細在鄉下來分享佢哋海外做世界經驗了，掌聲歡迎！之前老嘅小記都係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大擺出櫃就啲咧做事上網達標嘅燕子。用乜按財個按願望咯，按好賺錢咯。冇錯。你怪相總好嚟啦。你共同嚟哦。第一隻是小街道張白強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講到國外做事吼，你也是咪主創翁就係嗌張白強。等下咧，老太來嗲咧嗬，看自家機會嗲嗬。第三隻老太小街道係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要出國表演過嘅阿路易。出國表演過，可以呢片應該當然嗬。點解去表演變到用乜上到按曖昧呢種表演？按獎，按獎好冇？一人懂獎。能唱。經過之前的教訓，我哋下懂會講，一人懂獎。你講聽吞吞。一是不懂說。再來啦，小街道係阿美儀。大家好，我係接從去東南亞做客家交流嘅美儀。哇！為到客家來打表啦。係呢。上係客家人，四係客家粉。哎呦！哇！就係阿美儀。好，聽晒啦，小街道阿家人。大家好，我係16個國家做過條路嘅家人。調緊用，四條按度嚇。最尾啦，小街道阿美倫。大家好，我係要去過韓國嘅泰學做交流工作嘅美倫。哇！歐巴啦，歐巴，啱啲。我家一開始老大家來小記下分享下就講嗬，經濟嗬行政院主計總處嘅統計發現到，節目講咧量上面可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去國外做生意較少。嚟講下108年2019年家用時嗬。當年台灣出國去海外做事哦，沒去了做生意就有73萬9300人。哇，同埋強要按上網呢？按上網誒！睇下去國外都在做乜嘅事呢？阿燕子先來講一下好冇？好，其實我之前咧有去過幾下隻國家啦，我有兩個咧係我印象較深刻嘅。第一個就係泰國，嗰兩時係去參加一隻藝術季，係去嗰片嘅劇場。啊，我做嘅咧其實係個排練助理，我嗰兩時咧導演助理佢冇喊，佢冇去。我說動作嘅事情其實就係我來處理，又係第一個係泰國。啊，第二個咧就係日本嘅 Okinawa， 就是沖繩。嗰兩時我去 Okinawa 其實係去做一個交流啦，你要先去認識一下日本 Okinawa 佢哋發生嘅事情，啊就會鬥勞鬥之間嘅日常啦、政治啦等等相關嘅，啊最尾要做一隻表演同當天來做交流法同案嘅。阿美來講下睇睇去出外做事，去做哪條事，去嘅哪片？我係去上海、廣州、北京，當然還有馬來西亞，主要都係做音樂創作。那差唔多時間都係15日之內啦。大半我都會帶電路俾客戶。台灣嘅電路，係台灣嘅電路。有做代購哦。做代購有咩嘢？通常都會喺外國見到喜歡乜嘅台灣嘅東西。社會人啊，社會人很有名嘅。誒，你電路喺台灣寫麼？寫咩乜嘅意思啊？一整棟牆。所以差唔多其實都係差唔多都係2個禮拜之內聽。就2禮拜去嗰邊做交流，做音樂相關嘅。唱久做唔得，唱久做唔
嘅。用班做唔得。係啊，我朋友啲台灣签证会到期，每年啦。哎呦，呢個簽證 visa 會到期啦，visa 會到期，冇喺講嘅 visa 要簽嘅3張嘢嗬，就多幾片3張嘢咧。佢就前一陣盤結婚呐，鬼神你就都得帶到幾片呢？冇按簡單，嗬，多幾片我看你要簡單冇。哎，係當簡單。 Thank you。阿宇老師講下好冇？好，我之間呢，係冇長期喺度國外工作暗長嘅時間嘅經驗。唔過，因為大家做定係喺度台灣嘅大學做寫名，跟住大學我只要去國外嘅大學做一條交流嘅工作。雖然係講工作啦，唔過喺嘅國外。譬如嘅大學咩乜招待人，你又要去講啦，又係講食東西啦，參觀又要當到千度嘅行程。咁係幾樣事只要去韓國，睇下如果韓國嘅慶熙大學，結獎誒。好像歐洲的那個對，教堂。這種非常嘅獎，加米族冇嚟講，人家係歐族嘛，沒有，它是那個很貴很貴，還有那種巴洛克式的那種感覺，冇唔錯。冇唔錯，不過真嘅網美照就冇用用。係啊，網美平常只做網美冇用。好了，謝謝，不需要，冇事哦。嘅呢一片主題總北劇以外，嗬，第一集當會去國外來留錢呢？哎呦，顧家你嚟講下好冇？冇錯，我要分短期還有長期嘅。短期呢就去英國啊、美國、新加坡、荷蘭，就係咩同劇團過去嘅，然後做嘅舞台通話。就不用給樣片，你通話啲舞台單位嚟做嚟做去，安尼喺短期咩差唔多2個禮拜就做嚟做嚟。不過長期呢，係因為我有啲朋友喺委內瑞拉搞學生嚟講法語，然後幾多錢我就同好嘅好朋友叫我嚟去輪班嚟教佢就講法語，我就教佢就講表演藝術有關嘅 keyword 安尼，教一些客家話安尼。唔講呢個片嘅，如當熱情，佢學生嘅都係成年人。18歲、20歲差唔多，其實我嗌個愛做家嘅朋友哦，唔係朋友，沒有把握，你自己錯過咧呢？真係弄大數，你幾樣事係動後生，係唔過咧就文化無向，幾樣事咩動講啊，安尼就可以結切。唔過一下係，有你可以做組團嚟去叫下嚟，有幾片咩做嚟請啊？安子先，你組團組團去就冇人會上來你啊，因為勞動係其他人咧。哦，真見咯。係啊，你幾樣是假是做幾片結婚，你就唔會轉來係冇？總唔得，我嚟呢個後生太上講錯嗎？最後講呢個地，我家堂係乜計乜計，你真係唔掂嗬。唔過白劇來講一下，香港嗬進入到客家片之自謙是係。哦，話最簡單嘅人。哦，嘅頭先掹啦講出來，好啦，我自家來講一下。掹入來客家片嘅之前咧，我就係台灣第一把嘅中英男主持嘅教育。做乜佢會按到嘅台灣嘅第一把教育咧，就係因為我按到嗰種。歐美亞3大洲都係我主持嘅版圖。我歐洲我就去過英國，跟美國我就去過，跟美國嘅洛杉磯世界華人春晚就係我主持嘅。哇！跟英國講到英國就聽我好好紹介一下，我就繞場到買哪位咧？英國的布萊尼姆宮，來看一下相片。哇！該瑪莎嘅羅豐地嗎？瑪莎，你結婚咯？唔係啦，我係主持人啊，我係主持人啊。該會所哦，就係英國前首相。考你歷史，你哋嗎？唔啲呢，因為畢竟我不是第一把交椅。錯，就係丘吉爾嘅老公。哦，他老鄉吧？老什麼？也是姓丘啊。姓丘。給他出現。哦，即係到丘吉爾嘅老公來主持皇室的婚禮。哇！哦，那場用應該就去過新加坡，然後台灣嘅綜藝天王吳宗憲強下主持新加坡國家體育館，要7萬人沙嘅嗰種觀眾。嗰種大舞台，還有到韓國、香港、泰國等等。私底下目前哦，摸到嘅就係澳洲啦、
還有灰酒啊灰酒啦，還有南極酒啦，就所以分享大家都請來咯。我正經來是講，大家啊，基本講到所以講，當這種去國外去撩啊，不管去撩的是這些順沙來做些，一個當去做些，其實就當些，冇人哋嘅經驗，等下先前行嘅後生地下會過後，等下將來繼續拉曬分享下，到國外做些要嚟到空巧嘅注意咯，等下將來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客發，唔識去過國外來做過頭路冇啊？幾位老太家手機3個留去國外做頭路有關係到嘅客發了。第一隻國家，我是去過3個國家做過冇共樣嘅頭路哦。第二隻工作頭路。一份頭路要先通過日本法嘅能力認證，才做得申請哦。第三隻護照，出國家下，天出要帶到護照，才做得上比洋機哦。唔知大家好唔好忙？後生地客發，你上來聊聊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相關節目現場，上一趟就問過大家，迄個那一片去做事嘛，唔過正經啊，去做事，然後去聊嘅心情冇嘛共樣。你去了解下，你就做得好好嚟享受那個美食，嚟好好享受在地嘅人文風情，甚至嘅一個飲食哈，有常識，老人平常時係冇共樣，你去了解下就做得什麼事。因為冇共樣，平常時冇體驗過，唔過你去做得有常識，有2禮拜、3禮拜。你平常時就冇習慣跟比較講辣的東西啦，伊下音樂是辣哦，聽音樂歹睇咧，唔顧到偏手，哎呦，冇法出偏手，嘿，冇法度，經驗，用駕駛，還有駕駛，你還你係亞族嘛，冇嘛個時差，你講你去歐族咩但將2點鐘嘅時差，你講你去美國去歐族嘅時差10點鐘、12點鐘、17點鐘兩個時差，你用辦法來調整咧？阿路易，你有按樣嘅經驗冇？我冇，不過我有朋友當接出國做事，佢就有人嚟分享嘅調時差嘅方法，就係喝酒，然後看表演，我就問佢，讓我用看表演嘅方式來調時差，佢就講，佢花錢買票看表演，就要想辦法唔睡目。因為我有事情，所以唔得大嫂。嘿，這些按樣。別行人吼。哎，佢係有錢人按事情如果他比較省一點，他上掉誒。不過佢上喺睡目嘅時節啦，佢就會喝酒，本自家嘅身體不用鬆張水嘅睇。還有啊，佢按照出去做些咩，就會準備掉嘅藥嘅。像個調那痛嘅藥嘅啊，發燒嘅藥嘅啊，韓國佢會準備嘅台灣嘅泡麵，佢們會去反映嘅全糖式東西，讓我們有個水土不服嘅問題。水土不服，唔過水土不服，唔過有啲藥嘅冇法度解決，像李應真那種，當然都講自家應真東江嘅毛片咧。冇，我也係一種宣傳客家話嘅好方法。係，我當搞一條我個精神藥要食2粒。唔知會是什麼啦？是啊，好嘞，小朋友係冇，貴小生哦，所以呢個炒料嘅東西，唔過我真係喺 TV 睇到有人比到莫水木，還有幾食時差，我來喝酒吧，你們食到最命誒。他是一細細的聽聽，就給他聽聽。哦，唔是按到，因為一掉掉用掹掹鏘鏘按就做得了。你當然就有按的啊，你咩唔是咧？你咩唔是？咁是。佢講呢，老太家講下，讀到嗰種老自家本地嘅生活習慣啊、文化啊，甚至飲食，完全冇共樣嘅國家樣嘅事。其實呢時差嘅部分，我係蠻難都做得睡目嘅嘢。咁有一般嘅係外國聽唔到飯店，我就啲嘅行李箱地度按你活到去睡目。地度咪地度。你老到係貓嘅啊？你活嚟落去，你行李箱係幾大咋？係動態大嘅係，你可以關起來呀，門咩關起來，拉鏈拉起來。一細細嘅孔都係跳起咗。地度嘅東西咧，地度拿出來。有真係。都係卡
放低度收益的。哎，他才要吃5粒啦，5粒。那有点对渺小空間有那種興奮。唔會興奮，係冇辦法啊！你嗰個水膜對人嚟講，甜食啱嚟就做嚟水嚟嘅，冇食材冇問題。唔過呢，我食東西呢，ต้อง注意，因為我食一些辣嘅，我就冇強烈嘅東西，我就會奧利度。清定人嘅唔係奧利度，係行啲路風潛到偏瘦，又係我就度過100，唔過錯係按住寫超啲。大概有 VCR， 可以还有摸两种样片，在行李箱里。好嘞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有種東西做得講，做唔得上，做唔得講啊，想想就好。不過阿美倫嚟講啊，以外國家下，因為人家講到去韓國嘛，韓國大家就啲有好食嘅燒酒，有好食辣，沖點就係辣，加有講到辣。我之前家講去韓國睇好交流，其他就做一天要準備乜嘅，當到韓國嘅美食，韓國美食大家都啲凍辣咩，泡菜啊，乜嘅東西全部都凍辣。咁我去之前我就凍緊張啊，我用辦呢，我就準備乜嘅，我就準備當到千度嘅微腸藥，番茄咩色，番茄咩色。誒，食5粒，食4粒，冇啦。做食嚟之後，我講做唔可以肚食痛，完全唔可以。我那一張牌子嘅人，肚臍已經擺低了啊！真嘅，番茄色搞太假，番茄色留番後做愛色咯。好啦，阿美來講一下好冇？應該國家下用辦去享受，韓國用辦去調整自己心態。像馬來西亞老中國地方有懂得地方冇偏受冇衛生紙。哦，所以用大夫會出。有陣時會有出行李箱水桶，係記得用水來洗。冇，家啲外面水桶那邊冇牆離嘅。係所以其實我都會帶衛生紙自己帶，這樣冇事快睇咧。就講因為大家用外國去啊，因為呢就是在衛生條件冇天就撈台灣強榮，你係時間自己去調節，因為你有冇可能啊冇按用偏數，冇你是做唔得上偏數，咁你嘿，我有去過懂得冇的偏數，就是應該做唔得很多偏數，跟很多試講。半高，就一隻孔啦。我都要炸係炸定啊！炸定，誒，顧家你咩當要經驗嘛？嗰個記得阿冇講咧，係因為頭擺吼，兩下需要。行李箱。都是鐵做的。嘅阿英真嚟講，嚇，去到外國人吃到，加有講到時差啊，你話嘅愛食胃腸藥嘅啊，起毛偏瘦啊，你吃到對你最大嘅挑戰係乜嘅？其實因為像個食辣嘅啦，嚇講偏瘦對我嚟講完全就唔係問題啊。因為唔係有行李箱。冇，係因為係因為遠到嘅飯店嘅時間上送偏瘦，不過有一個問題係，所以講較難嚟去解決，就係冇辦法買東西。像有當年出國去了啊，就做得去買東西。不過出國做事哪有時間呢？我仲有一擺吼去個泰國啦，佢就冇安排吼去買東西嘅時間係冬天呢。我就想講，你買個爛嘅行程咧，後來你做事係？係啊，點安排慢啊？促進經濟啊！你講到東西唔易呢？嗰陣係咗啲嘅做事樓做事嘅檔案，有一個細細嘅小空檔，佢就講好，要2點鐘嘅我邊吼去個 shopping mall 嚟買東西安尼。啊，冇細呢，我就逛街逛太久了，冇注意到嘅時間就唔查做，然後想講用個查好，跟住從機場查好咧。啊，嗰兩時我去泰國買，泰國嘅兩時嘅導遊就有提醒，佢就講上下班時間啊會識查。鼓手就算你去坐機場查，冇辦法啲準嘅時間到，你會坐佢有一種很多 motorcycle taxi， 就是摩托車的那種計程車。哎呦，我要記得哦，吼，個導遊要講哦，啊唔過快艇啊行到腦杯，哎呦，按到奧多拜那一台就係嘛，跟機場站嘅奧多拜。啊，就看到有一商人啊，哈，記得奧多拜後背追了一商人，哦，他們就在那個 Big C 下面，然後就下車了。哦，雞腿，然後就走去問佢，啊，佢英文唔好，啊，眼咩唔曉嘅泰文，啊，英文咩唔係講一號，啊，就拿個 Google Map，啊，就問佢講 here，how much，啊，佢就喺度，佢係日本人哦。我講日本片呢，嗰度叫咩？啊，你要題咧，係問題啦。
就想讲，OK，how much？啊，佢就比嚟按呢，我想，40块哦，我記得個導遊同佢講，鴉片都鴉片，差唔多，張20元呢，佢係咪空來觀光客，鼓手好凹我，然後說重的，我說20，我就給他比回去，然後他就這樣子，然後說哦好，算嘞，結果我照佢講，叫我輕都轉來啊，佢就問我講30塊可不可以？我就講好啦，佢30元好嘞，不過佢真是懂爛呢，我愛去嗰隻劇場哦，算係幾片一個。大景，算是一個大地標，受永遠就敵，佢就唔敵到幾倒閉嘅那一片。我說因為佢係日本音啦。我拿電嘅，就是 Google Map， 拿電我同佢講，我佢就橋到班，要轉，冇到大概冇嘅哦，啊佢就啲嘅踩落踩地方，佢就講，講來講去，啊走，他講中文哦。冇啦，我喺閉本佢看嘅，可能係就到咧，係就順利就到，係就同埋朋友分享講，我家發生乜嘅事情，佢就問我講，啊佢上面有做嘅背心嗎？我就講冇呢，如果啊佢上面有乜嘅冇，我話冇呢，如果因為呢種唔係機場茶呢，因為日本人啊，素人啊，白。基本上我最朋友去百貨公司，我全部卡死一下，結果本來係做嘅機場茶，佢夠賺錢呢。上個有順路哈，再有唔是。但係只有一個冇順路。你完全唔知嗰片都那片。係啊，我朋友就講。韓延鳳。好對，我冇本人追去買聽呢。唔係，係韓延鳳獨棟。哎呦，做嘛睇到？係要穿到係嘅錢呢。佢穿完衫之後汗水，汗跳，一點都不會死。我佢追到講什麼嘅呢？哦，兩種我不予置評。把 cam 攞到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今日講到泰國嘛吼，咁咪要去泰國主區過，咁主區睇住以後嚟嘅社會啦，掉得，你到底跟他做了什麼？莫講，也是在行李箱裡面嗎？沒啦。因為佢攞嚟掉單嘛，所以就叫默契。佢講過你兩隻動河是大家強下去。佢講因為呢啲嘅泰國嘅市面活動聯動有名望，嗰種唔識韓國啊，做啲去試看，因為很愛到處去擺宣嘛。佢講做啲第二期，做啲戲真年，你想講好，有啲戲真，因為佢講係冇從台灣用大家用啊，用是做啲咧，它有四面，講嘛嘅現賣法，又係賣東西，所以個空調佢全部要教我以後，那就戲真我絕對冇可能實現嘅願望。我想說，看佢到底要幾多年？長高。本來就很多，所以我就戲咧啊，戲咧以後咧，我是轉到台灣咧，他想講哦。model 真緊哦 ，model 半年的時間咯，直接實現。他想講這聽我轉去半年啊，安定險，一定要回去還，因為你自己在市面服哦，動林之外，覺得他有點邪門哦，所以你決定要轉去半年。結果咧，個月薪是可以洗的。安用個啥咯？月薪就可以是2-3年過去了，所以後來嘅國門2塊的之後，我提這件事情就訂機票，給個轉去，我很怕被報復，因為後來轉到現場之後，想講等了2-3年，然後先跟他講好久不見，之後我直接搶了最台最大鎮上的那種歌舞團，到第半年。搬過去以後咧，我就在許了一個哈冇可能實現的願望。你很忙實現，等他做啲實現虛節長到他講，就是長高。但是並不意來到現場哦，我有邀請位4溫阿個戲家讓片，大家想看嗎？好，來看一下。哦，有4溫呢，個側面紗誒，歌舞表演。來，有考試表演嘅。那會發幾多錢啊？咁記得咧，1000扣吧，加1000扣有。有幾場戲表演哦？60，最台嘅就60，最台就60。你可以將菜單點單去。錯，幾多錢是幾多商業那樣。重點是帥不帥啦，你看還有不會歌舞團？這樣係重點係嗎？來帥氣笑容來一個。有一場你一直擋我的那個歌舞團。對啊，有咪用已經炸了，你個重點哦。空都表演呢，又燃到了哦。
家嘅重點就看後背高舞團啦。自己喜歡人家嚇，因為呢個係市面貨，跟住嘅 shopping mall 底下寫件合啲啲。錯。咁我因為看到當然尖到雞會，揭到雞會啊，當揭當合。韓國市面貨有隻規則就係講，你係到兩位咯，現年月日停轉了兩位。雖然全世界都有市面貨，但是一定要去到原地，原廠認證。對，不能用副廠。什麼副廠啊？如果講正經啊，睇自家要出國去做些個麼？出國做些其實喺個基地內都有空橋，你身邊咁有兩種出國去做些嘅朋友咧，韓國有人講，我想去出國做些，因為推薦佢麼？等下將來繼續留睇下傾下來分享了。像我自家有表姐，還有表妹，就有去個澳洲去嗰邊 working holiday，各位去嗰邊就會一邊打工啊，一邊撩安尼，可能一龜去邊無尾熊的大便啊，漢一龜就去嗰邊10歲個，好棒，邊無尾熊的大便。很可愛耶。嘿，唔錯，唔過去嗰邊邊死呢。因為啲是下強力啊。嘿啦，你們其實是也未停停的。好過你的大便。老硬幣，你還不敢呢？跟行李熊大朋友一樣。歡迎大家都到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，雙語團員們個大家講，比如講去個人家下遇到嘅水土不服啊，又係講去個人有乜嘅特別嘅經驗。唔過咧，談講假呢，到外國唔但唱阿 V 嗬，到外國推薦咧客家客家音樂。阿假呢咩？客委會要頒給你客家大學，客家台詞啊，最佳貢終身奉獻獎。感謝，冇錯，我去南非開普敦，佢搞幾片嘅聲音講客家話。唔過呢，佢哋冇乜嘅曉得講英文，我又唔曉得講南非話，我所根本冇法教咯，冇法搞其他哋講客家話。我我就想講，嗬，因為我要帶一些材料去哦，就搞其他哋發嘅客家油脂渣嘅。你就唔是講，你就唔是講嘛，就豎婷筒就好咧，做一些豎婷，也就會其他哋自己發嘅圖。莫講係留到喺廟裏行捉下來嘅，其實做咩嘛？其實做咩用做嘅？因為其他就自己發嘅懂等一下呢，唔過親密呢。佢哋但唱會講按字些，其他都唔要的。唔過每次都已經懂感同嘅，至少會講按字些。我本意就話嘅旅遊自在，我們知道係對國外嘅人，甚至係台灣人，係一種新式嘅體驗。當天片因為平常就冇可能度到嘛，所以你去面農家下有嘗試就會話嘅遊自在。唔過正經來問大家講，除咗自家以外，人家身邊還有其他美食去個外國來做過些嘅係你有朋友嘛？阿 Louis 唔知介意？我有一個朋友，佢做一些au pair，付費生，就係外國的一個家庭照顧家。付費生會以為要付費呢？沒有，他是互惠，對，付費生，係去外國嘅一個家庭，啊照顧嘅家庭嘅生意咧，留嘅家庭嘅生意嚟搞佢講翻譯。一個嘅家庭啊，佢就會本意帶嘅 visa，韓國人出嘅1年學校嘅費用啊，攞薪水。我朋友呢就去德國做1年嘅付費生，佢去照顧一隻東哥水，佢2歲嘅生意咧，佢請嘅家庭同好呢，啲家庭啊，唔會俾佢準做嘅廉價勞工，因為東都會安去，所以我請嘅我請好，佢安排好嘅上班嘅時間呢，佢就係帶嘅生意嚟出去行啊，攞生意嘅料啊，煮飯本身也是生意需動做嘅時間，佢就會去聽宿舍嘅生意嚟嘅sản婦，時間到下班時間一到，媽媽呢就會留嘅生意攬照，嘅生意稍微請嗌朋友教，請嗌朋友聊，媽媽就會講。大三年都是要結婚，想愛聊天講你爭窮下搞，就唔會佔用到嗌朋友，嘿，真人同好，唔會佔用到嗌朋友私人嘅時間。真人同好，我做認真做嚟去吃飯呐。我做得耶，德國我仲有興趣哦，德國嘅食啦醫人道。我細妹啊。我用記得，與當久以前有一三人，像李妍妍，是講過佢學德國話，就喺呢度喺搞德國嘅男朋友。冇錯。結果當時多聊下。我咪同佢講按字寫，同佢講你去哪裡？走嚟。
不過先見人來經過呢伊朗市嘅人力銀行嘅調查，有發現到了下嘅太好畢業生、長畢業嘅人呢，對未來嘅出國，也係講去海外做事，佢哋對呢條嘅國家嘅天氣價值都有興頭咧。第二就係2021年調查發現，中國佔咧37%，到頭排比係一般嘅哦。哇！好，呢下就對變到一般，唔過咧就變咗係東南亞國家、東南亞嘅國家，呢度像泰國啦、東南亞還有甚至其他的東協呢啲國家，還有日本、韓國嘅比例都迅速攀高。哇！就表示講到疫情呢段時間過後，睇到聽到人冇出國過嘅，然後想去外國去體驗嘅時間，會想到第一隻東南亞蠻開發。對台灣來說，有當到係即個冇體驗過嘅所在。第二隻東協國家，第三隻就你較熟悉日本、韓國、美國呢啲國家。唔過再來問北京。你有朋友、香港人、福建人、親戚，到外國做事。我台球有兩屆來個，一個係表阿哥，一個係表老太，基本上都係到美國去做事，一個係做撈金融有相關，一個係做撈科學嘅研究有相關。我做埋個學校講幾多個故事咧，就係因為有幾多差唔多各種語言，是出國去讀書咧，所以冇埋機會就撈幾多見面，所以個感情咪冇同安圈啊，有上去真嘅見到，佢會就尷尬咁樣，係啊，我啱啱笑笑。我從細大家看到幾多嘅書，時會感覺到當欣賞，哇，當好做喺度外國咧生發啊，來讀書啊。我哋一下因為嚟睇嚟以後，電腦會知道講，自己哎喲未當好啊，因為可能我帶到台灣，我做咧當接雙撈，我爸爸媽媽強下，可以幾多打麻雀啊，到台灣小兒漢可以做得啊，咪不差啦。所以你一下嘅即想法會冇強用咧，就會知道講，電腦係欣賞皮聲音，不如好好過好自己嘅人生，半皮聲音來欣賞。哇！不愧是我們的街場王這心態是冇強咯，睇到擺上欣賞皮聲音，唔過你相信，因自己就冇法度做到咁樣嘅事啫，你就好好來過好自己嘅生活。因為有自己皮聲音為欣賞嘅素材嘛，搭聲音就咁樣欣嘛。家人來分享下我朋友嘅故事。冇錯，我有啲朋友喺美國嘅通化公司上班。本來佢嘅 visa 到期，因為佢本來嘅 visa 係學校畢業過後送本佢嘅，做得唔是錢就去辦案嘅。唔過到期過後呢，公司就會加一些成本，會留佢天數來納入 visa 嘅錢冇錯。唔過呢，佢嘅條價就唔平，就講我唔想去。就唔想要加啲錢嘅，佢冇辦法，佢就轉到台灣。不過佢其他嘅同學未轉到台灣嘅，其他人條價都要出錢本，佢也得留下來。佢就吃到東啊，每次到東建小安呢，佢就硬是申請嘅臨時嘅 visa， 又俾到美國去監工，去破一幾平安呢，跟見前條路3張嘢，就等於監工，還有前條路簽名呢。啲加拿大嘅多倫多前度嘅通化嘅公司都一下係啲嘅片。哇！很鼓勵人呢，上網就喺上網做到大哈，有心失傳啊！冇錯，揸幾排，破幾排，冇錯。你破幾排，你充電咩破幾排？我都係破幾排。都會較成功一些咧。我是唔知，可能你去破好入人啦。坦白講，唔係該派博士可能係易啦。做得。你就變咗他個阿婆咧。係啊。破幾排阿婆。人家好破幾排，從頭可以買喺順山買涼水，買個可樂，你要買豆漿。豆漿。安尼較空間。變成豆漿幾排。係冇錯。變成豆漿幾排。就唔點嘛，上年我買呢種東西。阿米倫來大家分享下。啊，即間咧有青島嘅親朋啊、好友啊，就要從老輩國外去工作嘅經驗。將啊，即間有表姐，還有表妹，就有去個澳洲去嗰邊 working holiday。嗰個去邊就會一邊打工啊，一邊撩安尼，可能也歸去邊無尾熊嘅大便啊。他呢歸就去嗰邊摘水果，好棒！邊無尾熊嘅大便。為什麼可愛耶？嘿，冇錯。
唔過伊嗰邊標示呢，因為啲是強力啊，係啦，因為其實是也未甜甜嘅。好過你的大便。老年比，伊喺顧緊人咧，跟行李熊大朋友。嗰陣還有一隻朋友哦，佢喺日本啊，吼做嘅看增色嘅工作，迄邊做半年哦。伊個大家有談過日本嘅大牌子保養品咧，都高斯，迄邊叫他總公司喺頭嘅東京嘅銀座嘅片啦吼。嗰個呢，雖然講嗰片嘅薪水當高，但係佢做半年之後，還係轉來台灣，係做慢咯。因為大家做啲嘅日本哦，當到嘅壓力啦，本年嘅壓力動態，嗰個還有佢太多嘅市區吼，嘅係光嘅房租吼，嘅一張嘢咯，做45000台票，新台票45000哦，嗰個佢根本頭片嘅成塊就存唔到錢，嗰時候佢做嘅半年係轉來台灣。係啊，其實阿偉倫講到就講，有時你去外國做生意，看到表面過後，不過你真實一啲嘅片想法，真實一啲片落實冇按過，所以咧嚇請大家知道咧，去國外做生對你來講有哪啲好處？韓國又對你來講，去國外做生有哪啲係缺點嘅？阿偉倫咯，大家先講下。我自己來看，去老闆做生嘅好處嘅，去國外做生嘅好處嘅話，我係知道去老闆有機會，國外有機會較側面來了解無同樣國家嘅文化。喺假設去旅行啊，2、3日、4日，安尼天天，伊冇辦法當層去了解嗰片嘅文化，係冇辦法當層去了解嗰片嘅文化。敗處嘅方案是都較多，比如講敗處無同樣嘅文化，佢咩成法嘅差別動態，我適應嘅期間可能會當場。嗰迄個片講法又咩啊嘅廿七家嘅模擬啊，講法就無順，溝通啊咩一種問題。跟當然呢，我喺到嘅片啊，你就會讀到當到清到成法向，我不讀嘅太師做咩？我水天亞時啊，然後鄰舍相處啊，又係講我去乜嘅申請乜嘅資料啊，全部做係都可能都當困難。還有哦，你有上時你到台灣啊，因為有問題，問人朋友，問人嘅親戚，但係你頭嗰片冇朋友，問乜嘢？好，佢嗰片嘅行政單位講，我跟佢嚟問嗰片嘅政府，按樣板來做，排泄佢對你來講唔做係外國人，佢真係唔會聽數可能咩按好來幫助。就大家可能會咩清楚兩件事，即係一件事就講，講旅遊嘅旅客嘅成分，然後你去嗰片做生做頭路嘅承諾嘅成分，佢因為講你下就會來做頭路，唔知搞一些咩好勢啊，你就會來問嘅。係，你喺下承諾什麼，你知搞就會先辦好勢，唔過假使你下係講下，我說就盡量聽數，因為你唔係猜題。因為你拿錢出來。因為聽數都係你國家嘅電子。佢嗰邊做成咩位啦？唔過就係講，本地嘅成分冇共用，佢對你嘅態度自然咩冇共用嘛。嘅阿 V 來分享下好冇？其實我做出國做頭路啊，學就會學動到東西，唔關係冇共用嘅語言文化，是冇共用嘅東西，同概念嘅。唔過我係有知道，其實台灣人去到亞洲嘅冇共用嘅國家，其實係喺度。大家對我都懂親切的，台灣人，你講你係台灣人，其實都懂好。哦，所以有陣時我去到外國做頭路以後，我就會知道上不卡咧，2個禮拜我就做唔得，所以還會想去轉台灣。你去做生2個禮拜就想去台灣。我係去了，去不單眼，去不了天，就用還冇結束啊，想轉台灣。跟你這麼給我出去咯？就想去去了。都天熱差唔多哦，想去轉不卡咧。跟你喺度天熱，你喺度天熱。我都天假使我了半日，都天半日啊，我冇想去轉台灣咧。係咪咁麻煩？咁嚟相處啊？古時候講真嘅，去國外做生唔係大家想嘅按蓋天天，去國外做生會遇到哪條事情嘛？韓國人會推薦人身邊嘅親戚好朋友出外去做生嘛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假使做得咯，我轉去我大學畢業概念咯，我一天會聽下來經驗，本來就好好時間，做得去而家外國啦，去打工啊、玩耍啊，去感受一下柴田木匠嘅文化。哇，快睇咧，為冇時間，因為30歲之前就做啲打工開。啊，青年嘅天哦，冇時間咧，冇時間，我就先走咯。歡迎大
大家都做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今日哦，大家講到青島吼，不管係自家嘅身邊朋友去過國外過後，自家嘅工作啊，也講體驗嗰片咧菜地文化嘅生活。不過撒下來，唔自家去過國外過後，有嘅朋友講。阿燕生啊，我咪想愛去國外去做事呢，又去過國外做事經驗過後，跟住做嚟推薦嚟講，讓我小嘅分析一下，我到底去得冇？哎呦，我看到哦，吼，面相唔好哦，我講一句話，出國假使拄到困難就講一句話，就係應徵當家。走地，應徵就會去救你，你好呢？好啦，我係做講一款新店的，就我自家嘅新店嘅，就是比較屬於那種隨遇而安型的。古時我慢那就衰的，行李上地方咩衰的？唔錯，行過買個菜來就走的，攞去給長茶係一般嘅歐多拜。古時我做講我嘅新店係較適合嘅，我有條人啊，佢係味道會出國去做事，將出國去做事嘅。啊，佢就冇事先想好，佢就哎呦，去到幾片真困難，我做講安尼較唔好啦，因為去到上分嘅素菜啊，又冇朋友，又冇屋卡人，我有條會緊張，啊又心焦，我心焦嘿，啊進到條路嘅時間，個錢又越來越少，啊就會做講啊冇干冇散咧，我說係錯。假使真是愛出國嘅話，第一就會規劃愛先做好勢來，愛做功課，愛做功課啦，啊冇吼，你就前途較多啲位，從每幾邊發槍槍，沒做的，準許理由，準許理由，幾片調解應該要動中英吼，冇啦，唔該做3000萬，係啦，啊上好來啦，冇一味道吼，哎呦，我個嘢。講吼，伊唱較熱，啊，跟住就照戲。可是台灣做聲係做咩無較唔好啊？哦，啲台灣唱較調嘅，應該事前沒動好啊。將愛就會咩？哎呦，自家講出自家穿動到哦。佢但唱佢你就會做落，因為錢唔拿到。冇用起嚟啊！唔係，家阿燕先講嘅當錯一點，是講我味道係看太沙太子家嗬，譬如生嘅哦，當場太沙哦，都係出國去，唔係去調嘅，出國去做事啊，出國去識透路。哦，當場冇去出國過概念，而場冇嘛嘅眼界嘅，當場將都嘅怪咗強樣嗬。咁個唔係天才阿樣去，就算你自家係出國，你先考量清楚嘛，阿假人。係，我知道你做得出國去做事，不管好還是壞，你就做得了解到佢條生活嘅方法，啊做事嘅方法，啊人文化，古上咧喺講你真是唔知你自家中意乜嘅，去到幾片，你就會知道你唔中意乜嘅，最少愛知道呀。唔過清楚有嘅係嘅安全，清楚愛注意也係最重要嘅。其實到台灣之前有非常嘅動態嘅新聞，就去到東南亞本人詐騙嘅新聞，甚至引到轉得台灣嘛。所以睇下看到多嘅那種去國外或者招聘的那種新聞啊廣告家嚇，自己要注意哦。可能說一可能其實係詐騙，自己有問題。我要減心掉啊！冇減冇漲，還說哎呀，去到該片就發現到你變成人頭戶嘅，該是冇解釋的吼。啊，白減咧，你要推薦大家去出國去做些哦，非常推薦，因為我咁講吼，出去唔單止出去做事啦，其實單係出去旅遊啊、出去聊啊、看看世界啊，梗係非常推薦，因為做啲增加自己嘅眼界啊，增加自己嘅經驗閱歷記得啊。但是我覺得出去做事呢一件事情係非常需要用時間，因為假使做得咯，我轉去我大學畢業嗰年咯，我一天會聽下來經驗，本來要好好嘅時間，做得去而家外國啦，去打工啊、玩笑啊，去感受一下菜地冇窮嘅文化。哇，快睇咧，為冇時間，因為30歲之前想做啲打工換宿，去用兩年天哦，冇時間咧，冇時間咧，我就先走咯。係啊，所以因為我知道講，你下我主持事業咯，打病毒你下，要累積到一啲嘅瞬間，我係完全不用去聽，咁樣出去哈，就是聽下來經驗嘅時間對我來講哈，就要打掃。所以我就會覺得，你看，你下電腦見來見大，啊夢想電腦係見來見細咧，冇埋做得完善咧。冇相關啦，坦白講，他到底會出去事情唔係啊，你下等下就做嚟買機票，錢做得啦。講短期嘅嗰種，譬如講主持啊，就兩隻安部啊，啊，這義不容辭就聽我接嘛，因為錢下多。你等下就係去搶山機場咁啲哦。哦，係啊。
真紧啊！看飞机起落而已。你咖皮啦。看天公也落山啊！走得。哦，我假设係插長期嘅種套路，真緊會上聽到，因為嘅 CP 值應該係算啊，完全表現喺預測大變高嗰個瞬間，這個其實到嘅壓力會有到大。但是有一個例外就係，假使嘅長期嘅錢未下到，啊，你就會產生一下咯。做啲自家考慮一下，因為哪種嘅套路，一講對你來講，你做得看得，一講可能升期可能短期，我係看得，我是做得個考慮好長期，哪係冇，你白是起啦長期，再要你半年都改變，你都2天就想要轉來了。便宜啦，那個那是冇法度，我就想剩2張也好咧，跟2年的時間坦白人講好冇？跟阿路伊咧，你這個有推薦冇？假使有表演相關嘅機會啊，不過喺學習還喺條路，我就想要去看看啦。因為我其實啊，有想去參加3個月去美國還係嘅英國去讀嘅表演課，因為我對台灣有學過嘅水電欣賞嘅表演課。去學過水電啊？水電唔係水電。你想講你在什麼音學學水電？水電是幹嘛做的啦？表演課幹嘛做的？正經老台灣的方法，正經都冇共用。嗰時候我就想去 video 我嘅做條路做啲事情。係，因為頭擺有學過相關的經驗，你想去學，老啲頭擺學嘅有冇共用嘅？共用在2月，唔過冇共用，個增加自己嘅程度。哎呦，真的天啊！怎麼會有這麼厲害、這麼戰鬥嘅客家妹呢？哇！其實就係想去出去了啦，想去摸一下洋墨水啦。哎，去問下啊，我做過些咧。冇錯，一下表演起來就冇共用咧。跟阿簡呢，去過我按多擺咧，揾你改嘛，行個過去嘛。冇，其實係本單就啲外國上長期嘅班，係因為以前嘅關係，將轉到台灣，停下來，係將停下來，本單係啲外國。後代呢，後代，我喺後上台上講，就你唔得了嘅，乜嘅事情，萬紅事情冇見曉嘅，就單槍搞男朋友。我唔做，幫佢做嚟個鄉係就啲台灣省啲細細嘅公司，安尼天天嘅培養，唔過係講。嘅美國嘅 Marvel 有請通話時，我就會變下一全部就走去，係講有機會嘅。做老總北港腔嘛，錢卡多做。係冇錯冇。咩？佢係因為嘅 Marvel 啲部隊嘅主角，就跟馬索學台語。佢係使用馬索，佢係使用 money。都全部都使用。咩啊？因為佢會做在上半年嚇，有夢最美，希望相隨。咁自家3萬戲，夢都乜嘅時候，半夢就後家。咁個講正經係即係講，戲外嗰做事對多當然來講，其實咪係一種半夢。咁個讓半夢變做實際，然後因為從頭講啊，逐夢最美，但是要有夢踏實，要非常的要踏實，才有可能變成逐夢，才能變成踏實嘛。所以咧，鄉親朋友還有觀眾朋友嘛，想下去國外去體驗過冇橋樣嘅文化，冇橋樣嘅生活過後，可能會對你嘅眼界咪打開到哦，去看啊，兩下看嘅世界可能會冇橋樣。至於鍾老師係乜嘅咧？下禮拜佢嘅時間我繼續來收看向上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。真多人都想去看咧，出國去做事，喺國外做過事，無論價值觀也世界觀，呈現都會變到閒較無相關，人生經驗嘛會變到真豐富又精彩。人講世三觀水仙，那盡講你嘛要當上去做嘅事情，天出愛觀後生來去變一下，一天會有想唔到嘅收穫哦。